来到你的家，就是要我说的大声一点。我在为你们好，有说就是把有你们就是在定中这个教导，就是要说把有你们今天的教导就是第22课的教导话题，就是今天的话题就是说我们的上帝的拯救。如果我们要查看一下圣经的话，就是摩西的话是非常直接的，他就是说要听从先知的话，因为这都是来自上帝的道。因为我们必须通过这个摩西的话，因为如果我们要想一件事有证明的话，我们必须要听出那个先知的话。那这个先知的话，先知的他有什么吩咐？就是上帝要拆弹来拆他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查看一下那个圣经，就在那个生命记第18章第15节，我们必须要看一下这条法律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查看这个上帝的这个上帝的话，我们必须在那个先知的掌控下，因为这个情况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先知的道有没有能证明出来。生命记第18章第15节，那你可能说这个生命记第18章就重复好几遍了，因为这个就是这就是个基础啊。如果你想这个以色列的上帝也要同在的话，就是这个生命记第18章第15节。亚凡的神要从你们的兄弟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就是以色列的孩子们呐，你要听从这个先知的话，就是你要听从，你必须要听从先知的话，就是说你要听从这个话，但是你不听他的话，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在读下那个在18节，我必在他们的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这个先知，这位先知的话，就在讲到就在以色列的，因为在他们兄弟中间，因为这个给你们已经讲过了，因为这个是要引导在这个旷野直到那个以色列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呀。于是我把他的话转给他，就是亚法说，就是我所吩咐的，就是要转告他。所以先知的话就是个命令，必须要听从他的话。我再强调一下，因为这个先知的道就是根据那个圣经的所说的话，这就是一条命令的。不能说就是要不听从这个教导，因为他是个先知的话，这所说的话都是个命令。我们在上课的教导就是我们都看到，要我说他就是一位先知，只要我说话的话，他所说的话都是个命令，因为这些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以色列的百姓都接受这个。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的明白的话呢，我们他在那个在他的说话，在他那个灯囊里面，我们都能够知道他就是先知，因为他就是给那个以色列的百姓的给他一个好处。那为了这件事，他就是要说就是以色列的儿子们对他是非常开心，但是有些人是非常邪恶的，非常坏，因为他是有嫉妒的话。他嫉妒呀，我说他就想把呀，我说要杀掉了。这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宗教律师的所作所为，直到今日呀，我说那个以色列的宗教律师都喊呀，我说学那个呀，我说给他们一个好处的话，应该他们要害他。那么通过这个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先知就是上帝把他的话放在他的口中。要将他说话的话传给他，那这个就是个命令如果你不听这个先知所吩咐的话，就是要发生什么事，谁不听他吩咐的民所说的话，因为这个是亚法要拆带来的，那就是亚法，那就是这个上帝就是个以色列的以
他的民族是亚耶法，我被盗税的罪。那摩西的话就是说，你要不听这个，不听那个这位先知的话，我就被盗税的罪，不可以，不能听的以色列的先知的话是不可以。这个是非常节俭。那你说你是不是以色列的话，你怎么把这个话传出去的话，那就是关于那个耶和华的大事的历史，我们的带户就看到，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教训的，就是这个西dia。他到底是谁？他在克服你，说服你，要带你去那个顶上殿的。这个不是对那个好消息嘛？这个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就是要接着讲下去。我们必须听从这个以色列的先知。我再强调一下，必须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因为上帝都必须通过这个以色列的先知来告诉你，那就是那个以色列的上帝给你们已经讲过了，就是亚耶法，这就是摩西的上帝。我们在摩西的五经已经读过了，这个我给你们已经教育过你们，这个也是按上的教导，就说给你们说，这个就是那个上帝的名字亚耶法。那这边的解释就是我们要必须听从的以色列的先知。那这个先知是必须以色列的，这不是我自己说的。你们去关注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先知，可能你听这个就有非常生气的话，非常有些烦恼的话，这个应该让你开心的话。如果你不要调整你的道路的话。这个就是你自己选择。如果你想要得救的话，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带上罪的道，就是父亲也发已经颁布必须要听从以色列先知因为他有答应上帝，就是要引导以色列的地道迦南那地，就是我们这个现代就是以色列的。那这个就是让我们非常清楚，就是给他们答应的话，就是在以色列的先知，就是他们在旷野在旷野，就在他们兄弟中间。那这个旷野他们的最招是就是他们在他们弟兄中间的就手牵手，然后一起到迦南那地，就是咱们现代就是以色列的。那这个就是表示这个跟那个其他的国家就是法国人的、英国人的是没什么关系的话，就除了以色列的先知之外，都不可以干涉这个事情。这就是父亲亚耶法所颁布的法律，就是只有以色列的可以当这个先知只要是以色列的先知，我们就必须要听从他的话。如果你不听他的话，那就是神就必讨你的罪。那我们就是说下去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听从以色列的先知。那也无说对这个是怎么说？我们在第21课的教导已经学过了，他就是个先知，那个百姓的都已经说了，他是一位先知。那我们来关注下也无说是怎么说？他是不是说他是上帝？有没有存在？真的有存在，因为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我们要先读下这个经文，就在那个诗篇，就是在那个假如说上帝的道说你是上帝的儿子，那就是等于等于是上帝那这个就是在那个上帝的道，在那个诗篇的就是说反照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等于上帝的，这个是不能反对因为这个是在那个诗篇的为以色列的代言的。我们在阅读在诗篇82章第六节，诗篇82章第6节。
我曾说，第6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儿子。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上帝的道就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儿子。那这个就说是上帝的儿子，那就是根据这个是变的上帝的道，就是你是至高者儿子，那就是你等于是上帝啊。那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上帝的是不是他说他是至高者儿子，就是亚法的儿子。如果他是真的说这句话，他就是上帝；如果他不说的话，就这位上帝的儿子，这个伟大的先知，就是这位耶和华。如果他不是说的话，他就不是上帝。如果他是说的话，他就是上帝。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法律的话，就是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是儿子，就是至高的儿子，就是亚法的儿子，就是上帝。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啊，非常好的消息。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耶和华是否说是他是至高的儿子，那我们就要一起看一下耶和华所说的一些话，就是关于这个他是至高的儿子。我们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然后就是在第几，那我们来看一下，第90章，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他说你们所说的是那就这样。那这个就非常清楚的话，就是像耶和华要提问题的话，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他就说，耶和华就说你们所说的是，只要他说是他是上帝的神的儿子，因为他是个先知的话，他话就是真的，那他是谁？根据那个法律，就是我对你们我说你们是神的儿子，你们是至高的儿子，那就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他就说表示上帝，这位呀，我说他就是上帝，都是为了这些经文的应验的。因为他是个先知的话，我们必须听出那个以色列的先知，那些百姓的都说他是一位先知的话，那就是说他就说你们所说的是他就是上帝。他是像他可以不可以敬拜？那我们就是因为上帝就是要敬拜，要向他敬拜。这个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话题。但是我们那些查看其他的经文，耶和华是否说他真的是上帝？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来阅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17章。第5节，我们就这边有一个声音从声音的从声音下来的话，就是说在听上天的说他是个上帝的儿子就这个就是上帝对人类要说明的，他就是上帝。马太福音，我刚才看的是错了。马太福音的第17章第5节，
这个就是给我们的证明一下，就是大家来自顶上殿呢就磅礴啊，他就上的大子，他说话之间忽然的有一朵光面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的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儿子。”这个就说不是先知说的，都是拿摘他来的说这句话，就是把他的话要放在他的口中，那这个不是在他的口中，因为从那个天上殿来的从天上殿来出来说，就是这来的一位，那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上帝的儿子，他就说他就是来自天上的，因为他就是住在哪里，他不是来自这个地球。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上帝的道，在约翰。我们就是他说是来自这天上殿的，这个不是带随便的，因为他真的来自天上殿的。我们可以在第12节开始吧。约翰福音第13章第20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因为他是来自天上那里，如果说天上的事，你们如何能信呢？因为你们不知道。然后他接着说，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的天，这个是非常深的话，所以你们的不会了解的话，除了洗掉以外，再能解开这个经文的。因为他在天下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从天上殿的，因为他不是给那个不懂的人的性质。他说这个是限制的话，不能抗拒，只要他说我是来自天上殿的，这个不能抗拒。我说大师的亲弟弟，我再给你强调一下。那你可能你问我，那请你要解释一下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但是那些不信的人的，他们拿不到什么，但是那些信我说的教导都是要得了，可以得了。就是他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就等于是上帝，因为这个不是他的这个地球就上的自己说的，乃是那个上帝在天上殿的说，他是伟大的先知，所有的人都接受他是个先知，以色列的老百姓们都说他是个先知，那很多人都说他是个先知，你怎么抗拒啊？根据那个摩西的话，只要是先知的话，就是你要信摩西的话，就说摩西说了必须要听从先知的话，因为这个是父亲亚发的命令，只要有说他是个先知，只要有说他是个上帝，他就是个上帝，这个不可以抗拒啊。只要有说我是从天上，那他就是在天上，那这个就是说他是来自天上的，所以说这个世界就不了解他所说的话，我这个难理解。那你可能来问我，你怎么不解释啊？就是我们到这个关于那个西家的话题的时候，我再把这个经文给你解释。你现在就是你要重要就是你要听这个，要说就是真正就是上帝，因为这个有许多人都在抗拒这个话题，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你都非常嫉妒的话，这个不是智慧啊。
那就是这样。有的人的为什么不喜欢他？因为有时候做的好多的伤事啊，那他们就是嫉妒而已啊。然后他们找个理由，就说你是这个，你是说这个说那个，因为这个是就是一个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说这个话题，那我们就接着讲下去关于这个今天这个教导，就是在那个约翰福音第9章到35节。在这里就是有人说，他说这个是我们看不出来啊。约翰福音的第9章35节，就是这个有一个男人在跟耶稣说话的时候，他说你所看见就是我生的儿子。约翰福音第9章35节，耶稣说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啊。后来遇见他，就说你姓生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生的儿子？叫我信他呢？第17节，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就是他。那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就是你有信上帝的儿子吗？上帝的，那就是他回答说：主啊，他就是说主啊，我信，就拜在耶稣说的面前。可是法律在说就是要敬拜上帝，却耶稣说没有把他赶出去啊。那这个就表示耶稣说就是一个上帝敬拜的上帝，因为这个人匍在他面前，他没有挨骂他。如果他不是可以敬拜的上帝，他应该挨骂他。这个你这样做的是不对呀。可是他让他有匍在他面前，这个就是说明的，他要说就是上帝，因为这位都是匍在他面前的。如果他不是上帝的，可以要敬拜的话，他就挨骂他，因为要把他赶出去啊。却他让他匍在他面前，这就是要说明的，他就是上帝。那他这边的话就是非常清楚，就是你信上帝的儿子嘛，就是然后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已经看见，现在和你说话就是他。这个在这里就是耶稣说确认的，耶稣说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就是等于他就是上帝。还有我们就是要看，就是还有要他敬拜，因为他说他是来自是天上殿的来这里，那我们就要光看下那个天上殿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要先看下这个极大的说明，为了确认一下这个上帝的呼道是不可抗拒。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有一种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3章就有这种的情况。这边是说什么来着？就是在从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再次确认的就是我说在约翰给他设洗礼的时候，就是在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从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这就表示我说真的是上帝。那我们就说明一下，我说像他可以不可以敬拜，因为他是伟大的性质的话就不可，就是无人的可以抗拒，因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男人在他面前匍在他面前，
我们再看一下在那个约翰福音。我都把这个说明的都给你们证明一下，为了让你们的记住，因为这边都是没有带随便的话，因为这边都是约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就是他是个上帝的儿，独生子。你这个不可以抗拒的话，只要他是个上帝的儿子，那就是等于他是个上帝，就上帝所说的话都不能抗拒。那我们就是要证明一下他是不是个上帝，可以敬拜。因为通过这些经文的话，他是不是个上帝，像他可以不给敬拜，因为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来自天上殿的。我们必须，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天上殿的所发生的事情来查下。约翰福音第3章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的。这个人子就是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在这个地上，但是他说我来自那个天上呢，就说没有人能抗拒，因为这是先知所说的话。我们就是在耶和华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那这个就说有大自的启示，你也不可以抗拒的话，就说耶和华是个先知，那些犹大人的不可以抗拒，所有的人都不是抗拒，因为犹大人的百姓说他是个先知，这个启示的话就是来自耶和华那里，所有的启示的人都说耶和华就是个先知。他们伊斯兰教会不可以抗拒不可以反对，因为全世界都不可反对，因为这个启示就是来自那个上帝的儿子，就是他呢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那个以色列人的就说他是个先知。我们来阅读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我们通过这个就是看到写作这个启示，耶和华受膏者启示，或者是耶和华弥赛，就是按照你们的在那个马达加斯的原则受膏者，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他就差遣使者下于他的仆人约翰。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是个上帝，因为他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他所做的这个启示是没有人能反对。那我们就是通过他的启示的话，因为我们因为这边说的就天上殿的事情，那我们要观看一下天上殿的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这位耶和华就是要颁布这条法律，因为他是本先知的话，那他就颁布这条法律的话，在这个神的皇国都要听从耶和华的法律，因为他是有先知，他是上帝，那就是上帝要把这个命令传给他。我们先读下那个约翰，恐怕你说他哪里他有颁布法律的话，我们在那个约翰福音第12章第49到50节，我们放耶和华的名字来阅读一下。恐怕就是你不听他的话，就恐怕你跟摩西要发生的冲突，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答复，因为给我的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这个做命令的要传给那个耶和华，传给耶和华。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这个命令所赐给耶和华就是永生。那就是我们在那个启示录那里就看到这条命令的话，就是他是不是上帝，他能不能敬拜。
那就是在那个技术的话，这个技术的质量。这个技术的质量就是说要敬拜，这就是真正的可以敬拜的上帝。我们在启示录第22章，这就是一条法律的，就是在父亲家也发给亚乌说，他对我说：“千万不可这样，我与你和你的兄弟中的先知。”因为约翰的看见这个启示的时候，他就匍匐在那个天使的脚面前，然后他那个天使就挨骂他：“你不可这样的，因为我与你和你的兄弟中间先知，比那些说着这书上的言语的人。”都是做不人的，你要敬拜神。我们把它放大的说，只要你敬拜的话，就必须向上帝敬拜。只有这个是真的，要说到敬拜的上帝，只有上帝。那我们来查看下，要我说是真正的上帝，可以敬拜。那我们就把这个阅读了之后，我们就结束了，就是说他是个上帝，可以敬拜。只要说是他是个先知的话，就必须要接受这个启示，因为这边就是那个天上天的发生的事情根据他的话，就是那个人子要来自的天上天的。那我们就是来查看一下在那个启示录第5章，我们就从第6节开始吧。我也看见宝座与四活物的物，并长老之中与羔羊真理。这就是那个在那个约福音那里，这是那个羔羊的，这是那个上的羔羊，要除掉世人的罪就是这个人，他是谁？我也可把他的名字忘了，他有那个名字。他就是这样说的，那就是要我说，就是那个上帝的羔羊。那这个羔羊是谁？他是因为你恐怕你不知道这个羔羊就是要我说，因为我们就是他是个羔羊的话，就把他的善良要转告给你。那就是要我说，像手被杀过的，有最高气焰的，就是神的赐灵放差遣的往不见下去。这边说的就是要我说，就是那个到门这里，然后他就变成了肉身这个人前来宗座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就是要我说把这个从那个座宝座的右手里拿了那个书卷。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羔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我来查一下如果能记的话，因为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话，可能有些人，因为有人在来问的，这个羔羊到底是谁？那我们就一起查看一下。这就是那个上帝的羔羊，有的除掉。我们来查看一下如果有人能查出来的话，就赶快把发过来了。约翰福音第一，这就是那个羔羊。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出去。”这个就是那个约翰，就是个先知，这个都是那个先知的在彼此说话。约翰他就说这是上帝神的羔羊出去，
世人的罪孽的，世人的罪孽。那这边说的那个羔羊的，就是亚乌刷，这个是约翰的世袭，那这个就是那个先知在旁边的说，那约翰，那就是约翰就说的，这是那个羔羊的羔羊，上帝的羔羊。那我们再恢复重复阅读一下那个启示录第5章到第8节，他最拿了书卷，这个就是那个羔羊，就是亚乌刷，四活物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就对了，他就是在匍匐在那个上帝的面前，这就是那个以色列，这就是那个以罗黑，就是那个就是父亲亚亚法和亚乌刷，就是他们2位都在此，各拿着金和神的芒了像金炉，这像就是众人的身体的祈祷。他们就是他们就匍匐在那个然后拿这个金然后他们就盛满了像的金炉。他们就是拿这个金炉的，他们做这样的动作的话，然后匍匐的话，这个就表示他们在祈祷呢，在祈祷。那这个就是根据那个上帝，就是我敬拜上帝，那么那个24个长老，那个4个舞会都在亚乌刷面前，都匍匐在亚乌刷面前的。那他这个是不是上帝？这就是那个深度的祈祷，就像亚乌刷他们敬拜，他不是那个不同的上帝，都是个上帝啊，要向他有祈祷，永远的荣耀归给他。经过这个说明的话，你都能知道，只有两位伟大的上帝，一位就是父亲亚法，另外一个就是亚乌刷。他们就是那个上帝能除掉人的罪，为他动在都不犯罪，这就是亚乌刷的大使西家所传给你们的。愿你听到这个道主让你开心的话，让你快乐的话，你看到这个救主，因为这个证据就是犹大人的。他对这个非常讨厌的话，他就把他杀掉。那我们这个教导就到这里，你们听到这个教导的话，就是让你们快乐。因为这个就是亚乌刷伟大的先知，他其实说他是个上帝，要向他又可以敬拜。以色列人的百姓都知道他是一位先知啊，只要那个以色列的先知有说他是个先知的话，他就不能反对他们的话，只要不听从他的话，就是要上帝要逃谁的罪。那我们的教导是到这里啊，就是你们就能平安到这个亚乌刷的顶上天，那就是荣耀归他们2位，就是父亲亚法亚乌刷。你要到亚乌刷这边来，我们一起祈祷吧。亲爱的父亲亚法，非常感谢你，因为你教我们知道你的善良，就是你在哪里呢？就是在哪里的善良，你都是通过那个先知那条法律来说明，你就是亚乌刷，你上帝，你这个儿子亚乌刷就是先知，连那个以色列的百姓都说他是个先知，就那些崇拜，就是那些那种的崇拜，总说是掉价，生活要到。要把这个善良，必须把这个真理传给全世界。亚乌刷你的儿子不会死掉，只要在定时之前把他杀掉了，这个他的名字他永远活下去。只要把他的名字灭掉了，亲爱的父亚法和亚乌刷，永远的荣耀归给你。请保佑这个教导，为了给听着人的保佑，请你回答我们的祷告。请
保佑他们，亲爱的父耶娃，荣耀归你，非常感谢多亏这个教导，我一直赞美你，亲爱的父耶娃，我奉耶稣你的名字，做这一切的祷告，就是阿利路亚们，也无说祝福你们，我们下一课的教训再见。